百成堂源自1920年，由李同判先生同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士所創立，跨越世紀，見證咗香港嘅歷史。1987年正式成立有限公司，轉為李氏家族全資擁有。總店扎根喺上環文咸西街，昔日嘅南北行街，呢度曾經係南北藥材貿易嘅樞紐。作為最早經營珍貴中藥嘅商鋪，我哋精心挑選牛黃、猴棗、珍珠、紅膽、麝香等上乘藥材，百年嚟堅守用心做藥、正貨保證嘅承諾。憑藉8年經驗，我哋建立咗優質嘅供應鏈，嚴格把控每道工序，而且自設廠房，確保每件產品符合最高嘅品質標準。如今業務多元化發展，包括零售、批發、網購等服務。為咗適應都市人生活，我哋研製咗多款通過香港衛生署正式註冊嘅中藥養生產品。2024年更有2款外用藥油獲得國家藥監局批准喺內地註冊上市銷售。我哋嘅努力獲得社會廣泛認同，曾經獲旅發局頒發旅遊服務獎、優質旅遊服務協會頒發傑出優質商戶金獎、零售管理協會頒發最佳服務獎及獲得香港品牌局評審為香港名牌等殊榮，仲有獲得眾多其他獎項，實在有賴各位嘅支持。2010年成立百成堂慈善基金，透過捐資建校、籌款賑災、公益活動及設立大學獎學金等，以回饋社會、踐行企業責任。呢啲一切嘅成就，離不開李應生主席嘅卓越領導。作為中醫藥界嘅翹楚，佢身兼多項公職，推動兩地中醫藥共融發展，不遺餘力。除咗獲得特區政府頒授勳銜同埋委任為太平紳士之外，並當選為第13、第14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百年根基係底蘊，用心製藥係不變嘅初心。百成堂將繼續秉持傳承創新、以人為本嘅宗旨，陪伴每位香港人走向更健康、更幸福美滿嘅將來。